回流係睇下自己喺度習唔習慣。翻完香港覺得翻到嚟英國個感覺係會舒服啊，同埋好似安心咗嘅。好想繼續喺呢度生活。將來嘅嘢冇人知，有啲人適合英國生活，有啲人適合香港生活。我覺得翻香港可能係一個有趣嘅選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媽媽，又到街訪嘅時間啦。咁今日街訪嘅主題係咩呢？嗱，大家都知道㗎啦 ，BNO 簽證計劃已經踏入第5年。咁今年開始咧，越嚟越多香港人都陸續攞到英國嘅永居。而最近咧喺網上面啦，亦都有好多嘅討論呢，就話有好多移英港人攞到永居之後呢，就會考慮回流返香港啦。甚至香港都有唔少新聞報道呢，話如果越嚟越多移英港人回流呢，有機會帶旺返香港嘅樓市。咁究竟真正生活喺英國嘅香港人又係點睇嘅呢？佢哋對於自己嘅未來有咩打算呢？又會唔會同網上面講嘅情況一樣呢？我哋一齊去問下啦。Hello， 你好啊，你叫咩名？點樣稱呼？係，我叫 Leo 啊。我叫 Jamie，我叫 Jace，我叫 Miles，我叫 Queenie。Damon。想問下你嚟咗英國幾耐啊？我嚟咗大概2年半到啦，依家。我住咗4年。 4年幾啦。差唔多4年半啊。我嚟咗英國大概5年半啦。我移民咗過嚟4年。咁即係就嚟可以申請永居咯喎。係啊。應該8月尾到我哋就申請。未申請啊，最快都要28年尾先有得申請咯。今年9月就申請永居啦。仲有1年就可以申請永居啦。係。我攞咗永居啦，我喺3月份已經攞咗永居啦。恭喜晒你啊！多謝晒。咁你期唔期待啊？期待，好想繼續喺呢度生活。期唔期待啊？我首先我覺得我第一步要搞掂咗個 Life in UK 呢個 pass 先啦，同埋個 B1 pass 啦。依家呢2個試我都未考嘅，咁過咗我先至會有個信心係去過埋個永居咯。咁你緊唔緊張啊？期唔期待啊？我期待，因為我覺得申請咗永居之後就可以多咗唔同嘅選擇，即係譬如可能諗我想再去其他地方，又或者可以多一個身份咁樣，所以我期待。期待嘅，不過冇太緊張，呢個真係預期中會發生嘅事嚟嘅。咁你期唔期待啊？都期待，咁啱最近考晒所有試。即係 B1 同埋 Life in the UK 都考晒。係啦，啱啱都搞掂晒，所以放下咗心頭大石啦。咁攞咗永居之後，你係咪覺得安心咗？對英國都有一份歸屬感呢？係嘅，我不嬲都對英國係有歸屬感嘅，即係因為我都有翻過香港啦，早1-2年屋企有事咁樣係啦，咁即係翻完香港覺得翻到嚟英國個感覺係會舒服啊，同埋好似安心咗嘅。咁加上我有小朋友啦，即係有2個小朋友喺度啦，咁小朋友喺度嘅學習啊、發展啊，都非常之好咯。咁你覺得到時成功申請咗永居之後啦，係咪會安心咗，同埋對英國會多一份歸屬感？一定啊，係啊！呢4年都接觸咗英國啲文化，咁都習慣咗呢度嘅生活同埋嘅天氣啊。係天氣都好難定。係。但係都已經適應晒啦。都已經適應咗啦，因為啱啱嚟嘅時候咧，真係冬天一落黑咧，直情個人好似好緊張，要即刻快啲煮飯啊，快啲做晒啲嘢，因為好快已經冇太陽啦嘛。但係而家已經習慣咗，原來都可以放慢翻啲腳步。會啊，因為即係喺平時喺香港，即係我對香港其實都冇乜記憶啦，因為真係好細個。然之後，所以我喺呢度建立嘅生活嘅記憶更加多，所以就更加想喺呢一度繼續生活落去咁。你問我個心係會安定啲係會有嘅，因為始終移民個政策，始終好多人都擔心會變啦。咁攞住永居，甚至乎下年攞埋 passport 就埋就更加好啦。咁我會覺得會安心啲咯，係啦。我覺得喺呢4年入面，我慢慢對英國都有歸屬感，因為我覺得即係我返大學嘅朋友同埋我嘅社交圈子可能都係英國人，同埋有英國嘅文化，再加上香港人嘅呢個身份，我會覺得係一個幾有趣嘅多重身份認同。咁你覺得攞咗永居之後啦，會唔會安心啲，同埋對於英國更加有歸屬感？
咁一定會有。其實喺未過嚟之前，我都會有啲擔心嘅，一定會有，因為大家都唔知道過到嚟成個環境啊，個格局係點樣。咁過到嚟生活咗2年幾，so far其實可能有啲人會話：英國好似有啲悶喎，天氣有咁極端喎。咁但係我其實叫做生活咗2年幾之後，我會覺得係，雖然係有同樣嘅情況，但係我可能個人本身比較悶啊，一開始。咁依家我就唔會話特別好多嘅夜生活嘅，以前喺香港。咁依家其實對於我嚟講係，反而我會覺得係舒服咗，空氣又好咗，環境又好咗，其實屋又大咗。咁其實對於我嚟講，依家個生活係比喺香港會更加開心咯。咁你將來申請咗永居之後啦，有冇啲咩計劃或者打算啊？我覺得英國依家嘅政治同埋經濟我都覺得有啲唔係好穩定，所以我可能會想睇下有冇喺其他歐洲國家有其他嘅工作就業機會，因為我而家讀緊嘅係一個教師學位，然後我覺得即係如果可以考到一個國際老師牌嘅話，就可以去其他地方發展咯。所以係咪一定喺英國定居對我嚟講唔係一個100% 嘅一個選擇？繼續留喺度生活。冇特別啊，繼續努力生活啦。咁攞咗永居之後啦，你對未來有咩打算呢？其實冇啊，依家都最主要第一步應該都係睇下啲等啲小朋友喺度讀書啦，慢慢大啦，跟住其實真係睇下佢哋之後嘅發展係點樣，先諗我哋嘅自己叫退休嘅一步咯。咁我依家會喺度繼續努力工作啦。咁另一樣就係喺度努力打波咯。其實暫時我最打算一定係個小朋友先㗎啦，等個小朋友可能大咗、畢業咗，佢安定咗之後呢，佢會有啲咩打算呢？因為我咁大個人，其實我去邊度我都已經覺得係冇所謂。即係你話會唔會話生活有好大困難呢？又未至於去到生活好大困難。咁最緊要小朋友有先啦，佢依家過到嚟都開心咗好多。最緊要佢舒服，咁我就覺得係好安心㗎啦。咁雖然你好細個啦，但我都想問下你啦，你對於喺呢度啦生活啦，未來有冇啲咩計劃或者有啲咩諗法咁樣？其實我依家就Year 9啦，即係啱啱揀科，所以就揀咗 Spanish 同 French 啦，即係有2個語言啦。咁我諗住可能大個就可以去其他唔同嘅國家去環遊世界咁咯。最近咧都有好多人討論啦，就話攞咗永居之後會回流翻香港啦。咁你點樣睇呢個現象咧？我覺得如果攞到永居回流嘅人，咁其實呢個係佢個人嘅選擇咯，係啦。咁每人都可以有自己嘅自由啦，個人選擇啦。咁如果對於我自己而言嘅話，我會繼續選擇留喺度嘅。咁最簡單就係要等啲小朋友喺度讀書啦、學習啦。咁可能到佢哋大個咗，佢哋畢業啦，大學畢業啦，咁佢哋要去邊度做嘢？咁我到時會睇下跟唔跟翻去啦，或者我到時會唔會翻香港啦？咁到時先算咯。因為依家其實我都諗唔過5年前我會嚟呢度，係啦，5、6年前我會嚟呢度，係咯。我覺得回流係睇下即係自己喺度習唔習慣嘅啫。但係過咗4年之後，其實都已經習慣咗。咁所以可能有機會翻到香港，即係如果假設我嘅 case 我翻香港嘅話，都可能未必適應到啲天氣咯，調翻轉頭。咁樣，係咪因為覺得香港太熱？係啊，太熱啦！成日都聽到話打風咯，係啊，咁樣咯。同埋自己因為小朋友同埋都有屋企人喺香港，咁其實都會翻去香港暑假嘅時候都會翻去，但係次次暑假翻去都係我上個暑假翻去，差唔多日日都3日黑雨，跟住就打風又打咗幾次咁樣。咁所以都有呢啲唔習慣咯。最近啦有好多嘅討論啦，都話好多香港人啦攞到永居之後就會回流翻香港啦。咁對於呢個現象，你有啲咩睇法？我覺得回流定係留低都係每個人嘅選擇。我覺得唔同家庭佢哋又揀咗唔同嘅路，所以我覺得即係對我嚟講唔會影響到我太多，但我會尊重所有人嘅決定咯。咁你自己有冇呢個諗法？我可能都有諗過，因為我屋企人都話同我講話過咗攞咗呢個永居之後，我想去邊度，佢都覺得即係都會尊重我嘅選擇。咁我覺得返香港有可能係一個有趣嘅選擇，即係因為我冇試過喺香港返學啊，即係冇試過喺香港做嘢，同埋即係真係生活咁樣，所以我都可能會想試下。但係我就冇一個100% 嘅即係決定住咯。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想法啦，即係站喺我個角度，
最緊要適合自己嘅啫。你俾我嘅話，我就會偏向係留翻喺英國。每一個香港人應該都係會帶住一筆錢咁過到嚟。咁其實落地生根咗之後，你可能有部分人就會買車買樓咁樣，都用咗一筆錢啦。咁但係你如果翻到去香港，你可唔可以用翻相同嘅價錢係有翻咁樣嘅環境呢？咁暫時以我嘅能力，我覺得係翻到香港係會有少少困難，同埋有少少脫節咯。因為始終我個年紀上邊，可能都已經隔多幾年之後，都已經可能接近50歲咁樣啦。咁要再去揾一份新嘅工作，對於我嚟講可能會有少少困難嘅。我亦都有聽到有啲朋友話，香港成個市場係萎縮緊，咁所以就衍生到我自己都會考慮，我可唔可以入翻自己老本行呢？所以我如果人哋係有回流嘅意向，其實我唔會話勸喻佢，或者係俾任何嘅意見，反而就係我會睇翻自己，我有冇需要係去回流定還是我係繼續留翻喺英國呢？我就會咁樣去諗咯。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佢嘅選擇嘅，冇對與錯嘅，即係有啲人適合英國生活，有啲人適合香港生活，咁隨心而行就可以啦。咁你自己有冇考慮過咧？曾經會有一刻會諗咯，但係其實應該就唔會。始終個目的都係小朋友，咁佢開心我開心。其實即係對我嚟講，我就可能未必會真係回流翻去香港，因為我覺得即係都有係試過喺香港生活過，所以就更加想喺其他地方度繼續生活咁咯。但係對其他人，即係可能其他人嚟講就會想回流翻去香港咧，因為即係始終都係佢哋嘅屋企啦。但係對我嚟講就可能未必咯。咁始終因為我好細個就嚟英國啦，就移民到嚟英國，所以我對呢度嘅記憶就更加多咯。你喺呢度覺得最大嘅得着係咩？我最大得着，我覺得小朋友讀書好開心咯。係啦，如果你大人嚟講，即係對於我嚟講，可能工作唔會好似以前咁多，但係我覺得即係譬如我以前可能我18歲考到個車牌，咁我以前係完全冇揸過車，但我嚟到呢度係好似成就解鎖咁樣，即係煮飯啊、照顧屋企啊嗰啲，好似呢度就全部都自己要做晒。咁就我覺得好似成長咗咁樣。因為乜都要自食其力。係冇錯。以前覺得好似喺香港都被照顧，但係而家就好似個責任多啲，照顧人多啲。我覺得嚟到英國之後，我可以發掘到更加多自己嘅唔同興趣，因為我都有好多時間，尤其是係個人嘅時間。屋企空間大咗，我想做好多嘢都可以做到，即係可能畫畫，又或者我都有好多時間可以識到唔同嘅文化。我覺得呢個係最好嘅，就係英國好多唔同文化嘅人，尤其是可能係印度人啊，或者可能係其他即係其他中歐國家嘅任何人，即係我識到好多唔同呢啲國籍嘅人，我會覺得呢啲好有趣。我中意呢度好舒服咯，同埋好少人，即係唔係好少人，但係即係好空曠咯，所有空間都即係如果喺香港嘅話，就會比較逼仄咯。咁最後一個問題啦，如果俾你即係時光倒流翻去之前未移民嘅時候啦，俾你揀多次，你覺得你自己仲會唔會選擇移民呢？我都會選擇而家呢個決定，因為人生要咩都試下，係啊。雖然呢個係我媽咪嘅決定，但係我一定會移民咯，因為我覺得呢個豐富咗我人生經歷。因為我覺得人生係經驗咯，即係無論好定係壞，都係一種經歷嚟㗎，所以我覺得我唔會後悔呢個選擇。都會啊，其實我都會，係啊，俾個機會自己，俾個機會屋企人。都會，因為其實我本身小朋友佢喺香港讀過半年嘅小學嘅，咁當其時其實我係放學嘅時候咧，我都要同佢佢放學嘅時候啦，而我放工嘅時候咧，我仲要同佢係去溫習功課。即係而且佢係好辛苦，我見到佢個書包，我自己拎上手我都覺得係可能有5公斤到10公斤重啊！就係對比喺依度咧，其實佢個書包基本上佢就係帶個水樽嗰度得㗎啦，乜都唔使帶。佢同埋過到嚟之後，佢成個人係開朗咗好多。佢之前放學之後，可能又要學呢樣學嗰樣，根本冇時間係俾佢過一個係好開心或者係有玩樂嘅童年。咁但係依家佢咧放學之後，同啲同學仔去邊咧？係去公園，係去森林去玩。咁所以我會覺得呢邊個生活模式係比較適合佢。佢亦都個人係比較活躍少少嘅。以前咧就喺香港，佢反而就會係偏向係有少少陰沉，翻到去做功課。佢依家嚟到之後，佢都同我講：爸爸，我開心咗好多。所以英國嘅教育就係你留低喺度嘅主要原因啊。
係啦，因為我諗好多移英嘅香港人都會係以小朋友為重。咁當然我唔係話想俾壓力佢，可能有啲小朋友係適合係催谷，但係我小朋友佢會適合係一個比較自由奔放嘅教育模式。咁所以我會覺得移民呢個決定對於我嚟講係一個正確嘅選擇啦。一定會，我真係一定會，我好開心，即係嚟到英國嚟生活咯。嗰時爹哋媽咪決定移民嘅時候，你係咪好同意啊？定係都有掙扎過？都有少少掙扎，因為始終都有識到啲 friend 啦喺香港，但係都覺得嚟英國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咯。咁如果啦，即係時間可以倒流嘅話啦，即係翻返去5年前啦，你會唔會選擇移民啊？會。我會選擇離開嘅，即係我覺得我哋呢個決定係冇錯嘅。對於我哋嘅家庭嘅發展啦，對小朋友嘅發展啦，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。咁你話有啲人唔係好適應，咁我覺得點樣都要自己即係打開自己嘅另一面啦，即係盡量去點樣融入啊，揾自己相關嘅興趣啊，適當嘅朋友啊，咁朋友真係好重要嘅，係啦。英國啦，即係仲可以有一大班香港朋友喺度一齊打籃球啦。對你嚟講，你覺得有幾重要？其實重要㗎，即係我覺得除咗喺度工作啦、家庭啦，咁亦都有自己嘅興趣啦、生活啦，係啦。咁有一班人其實可以凝聚到，除咗喺家庭同工作以外，咁我哋亦都可以做下運動啦。咁有一班咁嘅大家打籃球啲咁樣朋友喺度，其實係非常之開心，係啦。咁我哋個球隊啦，因為我哋叫 Warrington 球隊啦，咁其實我哋有唔同嘅叫做年紀嘅人嘅，即係有啲可能10零歲讀緊書，啱啱20歲畢業到30零歲做緊嘢，到我哋依家40歲加有晒家庭，咁亦都有唔同嘅梯隊。咁我哋有教練啦，依家好有教練啦，有 sponsor 啦。希望我哋嘅球隊會有唔同嘅梯隊去有啲持續嘅發展，幫我哋嘅球隊慢慢會有凝聚到一班人咯。係啊。咁喺英國打籃球，你覺得最大嘅收穫係啲咩？同香港有冇啲咩分別啊？最大嘅收穫啊，我覺得喺呢度真係好期待喺度打波嘅時間咯，即係好似哇，仲逢禮拜二我哋會有比賽啦，咁會好緊張同埋好興奮咯。咁有時除咗打波之外，其實我哋都會搞下啲其他活動咁樣，咁就聯誼下嘅，都會嘅。好開心啊！見到你哋頭先都好落力啊！係，即係好多謝我哋啲家人啊、朋友啊嚟到支持啦。其實都唔容易啊，因為係全國有17隊球隊，你哋係攞亞軍都已經好叻、好犀利。係嘅，我哋直情比阿 Sir 笑，上次出5個人加埋200歲咁樣。係，其實所以我都好珍惜每一次比賽或者每一次打波嘅時間咯。係啊。好，恭喜晒你哋啊！祝你繼續喺英國生活愉快啊！多謝晒，好多謝晒半媽。咁我知道咧，你都係 Warrington Hong Kongers 嘅隊長啦，所以咧我都想問下你啦，因為你哋頭先嗰場波真係打得好精彩嘅，嚟到英國仲可以聚集到咁大班香港人一齊打籃球啦，對你嚟講有幾重要？你覺得呢樣嘢？好重要嘅都，因為嚟到英國時可能個生活可能會冇香港多姿多彩啦，都係一個好事嚟嘅。因為40幾歲嚟而家仲可以咁每個禮拜打2至3日籃球，其實都幾奢侈嘅。咁同埋都好多謝大會搞一個香港籃球聯賽，咁一次機會可以俾全英國嘅香港人可以聚埋一齊，咁一齊去運動競技啦，叫聯誼下啦，都係一個好有意義嘅事嘅。咁當初點解你哋會成立呢一隊 teams 嘅？冇喺籃球場、喺街場打下波，跟住就認識翻朋友，咁慢慢就一個兩一個咁咯。咁如果有啲啱啱移民過嚟英國嘅朋友想加入埋你哋嘅籃球隊，係咪都可以㗎？咁係可以，因為Warrington籃球隊永遠都等緊你哋啊！住Warrington附近朋友可以 inbox 我們媽攞個 contact，咁你隨時嚟打波。好啊，多謝你，同埋恭喜你哋先。好。多謝，thank you。其實咧，我覺得幾有意思啊，因為每個人都有唔同嘅經歷啦，對未來都有唔同嘅計劃啦。但係咧，大家咧都有一個共通點咧，就係努力喺英國建立屬於自己嘅生活，同時咧繼續追尋自己中意做嘅嘢。去到最後啦，我都想問下睇緊片嘅你啦，如果係你攞到英國永居之後，你又會點樣規劃自己嘅未來呢？會一直留喺英國啊，定係可能都會保留返香港發展嘅可能呢？咁歡迎咧，大家喺留言區度分享你嘅睇法嘅。好啦，咁今日呢條片咧就去到呢度啦。如果你中意我嘅分享，記得俾個 like 啦、share 啦，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咁你而家喺英國係做緊邊類型嘅工作啊？
我都係做緊新娘化妝，咁我都會出去 outjob 幫人哋做下化妝嘅。即係啱啱早2日熱浪嘅時候，就啱啱要做咗一個化妝，跟住我係第一次喺室內嘅化妝，覺得好似自己係出咗 outdoor 化妝咁樣咯，濕晒，因為我哋 professional 要戴住個口罩，跟住係全部個面係咁流汗，化極都係好似outdoor化妝咁。你好靚女，你都似係做呢行嘅工作。你都係。咁我哋扮唔識咁樣做咗一個街坊先。就幫咪啊！名人睇過啲片都知識我啦。